无多久，愈讲阁愈困，愈落眠。耶稣一人伫遐，伫咧问上帝讲：即个杯敢会当刷走？遮尔艰苦，这上十字架迄个铁钉啊钉落去，啊，互人举起来，受到遐尔侪人踢笑，互人戏人，即款的苦敢会当刷走？毋过，主耶稣伊讲，着趁上帝意思，毋通趁我意思。毋过，遮边仔的温度拢困去。第四到耶稣互掠的时阵，连迄个大声讲话，讲听替耶稣去死的迄个彼得，3届无认主。我就知影，对伫耶稣身躯边诶3年偌久，遮耶稣的温度，敢无看见耶稣行神念吗？迄个变水做酒、迦纳的喜宴，因敢无参加吗？因敢无看见耶稣用5块饼、2尾鱼饲5000人，佮收一堆起来吗？敢无看见耶稣互摆开行路饲面看见吗？这温度对身躯边，因看甲学，敢拢毋知影耶稣的心意吗？耶稣伫加利利海边坐伫遐，伊退船退到边仔去，往遮的人讲迄个登山宝训，讲一拖拉久的话，遮人敢无听见吗？讲天国是伊的，迄个心内爽涌有福气啊！讲足济，但是学生为什么尾啊佫出卖耶稣？如果遮甲耶稣遐尼亲近的人，都有可能出卖耶稣，那安尼，咱甲耶稣离2000年的咱，我感觉咱愈有可能伫个重要的关键的时刻，咱会放弃咱的信仰。咱是还袂拄着困顿，还袂拄着逼迫，毋过咱毋知影什么时阵，当你爱做决定的时阵，你有迄个基础无？你有迄个信仰基础无？你有迄个信心，讲望着主，身躯就好起来。迄18年血流的妇人人，迄款的信心无？你有迄个巴底麦讲主啊，我要看见。人就是讲，伊要甲主讨30块要分钱，结果伊讲我要看见。当耶稣咧讹了遮人讲你的信救了你，但是当彼得伫个海中沉落的时阵，迄话主啊救我的时阵，主甲伊讲：啥事要义啊？小信的人啊，啥事要义啊？为什么彼得这个遮尔勇敢对耶稣？当3年外前，当伊伫海边听到主呼召的声时，伊船放的网仔放的，怎安尼来跟对耶稣？可能行李嘛无款，但是为什么伫个上关键的时刻，伊离开主，伫边仔3届无认主？所以出卖耶稣，敢敢犹太尔？迄是犹太，阁有摕钱，其他拢免费的呢。11个门徒拢出卖耶稣，因为因无一个人甲耶稣做伙伫迄个被审问受苦，被迄个鞭拍的时阵，伫遐做伙甲主当受苦，甲主做伙斗阵3年偌久，身躯边安尼日日夜夜做伙的人，都有可能离开主。那安尼咱呢？我知影做基督徒有够无奈。当咱若要面对着咱的工作，为着3顿过3顿，为着巴肚的时阵，人讲，一般世俗话讲，先过巴肚，才过辅助。毋知咱基督徒会安尼袂？先过巴肚，才过辅助。意思是讲，信仰是排第2个，巴肚是排第1个。毋过主伫个40天的即个禁食的旷野内底，伊伫遐，伊甲对魔鬼讲吼，人活着毋是单单靠食面。伊个对门徒讲吼，伫天国吼，无在乎吃喝，无要紧，即个食穿啊。所以毋免烦恼，毋免为着食穿用烦恼，应该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。讲遮尔济话，毋过门徒尾啊，也是离开主。我嘛反省我家己，如果真正我若拄着更较大的困难，我会怎牧师衫裤收起来，莫做怎伊袂臭豆腐袂？我毋知。
我毋知我有够毅迄个信心，面对着所有艰难困苦的时阵，我还阁有法度行落去无？感谢主，主今仔日甲咱讲，伊是葡萄树，是真的葡萄树，是有生命的葡萄树。伊要甲咱结连做伙，伊的应允，伊要互咱甲伊结连做伙，有气力、有勇气、有智慧，通去结果子。伫内蒙乡上较出名的王来龙井奶枝，毋过当果子还未成熟的时阵，你伫边仔看到这树啊，你认袂出讲伊是什物树，你毋知即丛是啥物。就看龙井嘛，那奶枝，尤其是迄叶啊差不多。毋过当迄个渐渐成熟，像即马即个时阵奶枝啊，像即4月5月，即龙井奶枝吼，龙井较早，奶枝较慢。你若看见迄水果的果子一直成熟起来吼，红的迄土色的就分开啊，就知影讲啊，即丛是奶枝，即丛是龙井。所以结果子是啥物事？结果子是要互咱看见咱的生命本质，咱的生命的本质。就像咱接受耶稣，耶稣伊替咱伫十字架顶面，伊为咱来死。从此以后，咱的生命就无共款啦。当咱洗礼的时阵，是要表示，迄个洗礼吼，伫约旦河洗礼是爱规个拢浸落去的，浸落去代表是死，对过去的迄个我，迄个老的过去的固执的，迄个主无欢喜，无互主欢喜的迄个我是来死，然后为水起来，重新圣神。更新，互咱有新创造的人。耶稣讲，耶稣甲尼哥底母讲，着爱定头生。你敢若修律法、修圣经一条诫命，安尼你修啊足艰苦的。伫当时耶稣迄个时代，迄个足侪人为避掠的所在倒转来，即个京城耶路撒冷重新起造，要是重新起造以色列国，哪知影罗马帝国统治，扣重税，互因伫倒来的人足艰苦过日子。所以耶稣伫迄时阵，因提出一个主张，就是天国近了，恁着爱换一个方向，毋通去行恁过去迄条路。表示讲，伫过去因行的路毋对啊。以早因行啥物路？伫耶稣来之前，有几啊场革命、抗罗分子，因认为讲，我若复兴即个以色列国，恢复以早大笔王朝迄款的青影阳光。安尼，阮就有好日子通过啊！所以一定爱甲罗马兵输赢，但是迄军队较强，咱才一撮仔人，安尼迄个革命拢是一寡一寡死伤无数。所以耶稣讲，耶稣来，伊无要搁用武力来镇压，爱靠上帝。毋是人的国，人的国哪会当人治国哪治得好势，因就袂亡国啊。所以为扫罗大笔扫文了，分做南北两国了，一个比掠，咱就知影讲，即群人原本是上帝咧照顾，是上帝是牧者，毋过因要爱人来治理，最后因愈行路愈下。所以今仔日耶稣来传讲，上帝国近了，上帝要掌权，上帝要亲身成做牧者，上帝要养饲、带路、带领。所以恁着爱换方向，毋通去追求迄款以色列国复国。最近以色列咱知顶个世纪以色列复国，毋过因伫迄个国家足无平安的。我去以色列国，我去以色列坐飞机，坐以色列航空，着爱飞。直飞会使到，叫伊爱飞安尼落来，加偌济时间呢？因为遐阿拉伯国家拢无往来，毋是啦，无往来，就是无好好。阿拉伯国家你若飞上空就弹落来，所以呢，伊就爱飞种远搁落来呢。安尼行李甲你超到吼，安尼离苍苍安尼吼，安尼伊才会讲感觉到小拢，才感觉平安。所以伊咧画小弄哦，其实因甲当地巴勒斯坦的即个原来住伫遐人拢无平安，所以定定咧等炸弹，定定咧有一寡小的战争安尼。因搁咧笑想讲，要伫
有一群人想讲要伫即个原来圣殿至圣所的所在，要搁重起圣殿。即摆以色列人有钱，但是你知影，迄个旧的耶路撒冷的圣殿至圣所的顶面，即摆踩一个金金的圆圆的伫遐，恁知影什么物件无？清真寺，金顶清真寺，这是回教徒的一个迄个，会当讲是因真重要的一个庙寺伫遐。你若要伫遐起圣殿，这真正是第三届世界大战。耶稣来主张讲，用疼来赢过对敌，但是毋知影人，即以色列人，伊要用武力来恢复因好过日子。今仔日咱倒转来遮，看见耶稣甲门徒讲，因若无法度甲主结连做伙，因若无法度将主的话藏伫心肝底，因就无法度结果子，就是恁无法度活出应该有的生命特质。人看袂出到底你是王来白啦，还是乃至灵应。你若是鸡长去，你得袂到迄个营养分，迄个肥料食袂到，水吸袂到，你会孤单去。迄孤单去，无结果子会切落来单调烧毁。所以主甲咱讲，爱结连做伙，结连做伙，因为主呼召咱成做门徒，毋是要互咱孤孤单单家己淡仔忙，伊是要互咱靠着跟对主，然后学习伊的款式，然后互咱成做迄个有气力的门徒。所以信耶稣真简单，人若问讲，什么叫信耶稣？来对我讲，信耶稣就是爱学耶稣，学耶稣。爱成，爱学好成哦，学无成就无彩哦。学好成，成耶稣，然后你才有法度传耶稣。主耶稣对门徒就讲来，然后要上天进前讲去，兄弟姊妹，这个来去对咱来讲，这个过程是学习啊。要去出去进前，爱互上帝伫咱身上做工，爱装备啊，爱有迄个气力，有迄个属灵的气力。但是要互主甲咱装备，你着爱甲主结连做伙，你才有法度领受遐的丰富。所以来是咱的决志，去进前爱装备好势。什么人敢讲穿子无扎，啊穿放伫厝的，然后底裤啊穿的，就去战场要烧战啊？无人敢呢。